下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假电视台为申请直接到就价，互外界质疑有政治力来介入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主委陈耀祥早起到立法院做专案的报告，互国民党的立委包围，要求落台。陈耀祥是提出着事先准备的杜卡，呼吁立委尊重独立机关。这场面一度是真混乱。陈耀祥讲，假电视有来承认，讲因的前董事长裴伟确实是有违反公司法的情事。假电视已经成立小组来调查。另外，针对假电视一直咧换负责人，陈耀祥嘛讲会依法来监理。陈耀祥下台！陈耀祥下台！国民党的立委破壁伊落台 ，NCC 的主委陈耀祥提出早就准备好的杜卡。请尊重独立机关。陈耀祥和国民党立委包围，场面真混乱，就是为着假电视审查和刷频道的争议。该公司回复。裴伟自辞任该公司董事长后，没有担任公司任何职务。陈耀祥讲，假电视公司负责人陈建平几下摆向 NCC 强调，假电视和假周刊是分开独立的。后续假电视嘛承认裴伟确实违反公司法的情事。假电视已经成立查核小组进行调查。一定话假电视负责人陈耀祥嘛讲的依法监理。董事长是解任方式，公司法并无明文。若非章程另有规定，只能以由原选任之常务董事会或董事会决议为之较合理。陈耀祥强调，假电视争议无政治力介入，对审查和刷频道拢会遵照程序，嘛呼吁外界爱尊重 NCC 独立和公正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